咱当时看到的第88番，阮想讲啊那妆容。哎呀啊，搁有地号码安尼，嘿100年前就伫咧遮，毋过中间有88年胖过啦，无去啊。啊，敢知影是去对？毋知，就是有一天有人咧爬山，啊，想说那来伫遮，啊，迄是一个教授较知影这个故事，佢讲说那伫遮。所以讲甲伊请转来，差不多旧年较转来的，讲说回娘家的概念啦，所以讲吼，这厝起了足水的，就是为日本的88番的迄寺庙，甲伊 copy 过来。所以这间就是仿日本原本迄个寺庙。嘿，88番寺伊嘛是庙。伫咧四国这个所在。对。啊，迄间叫啥物？迄间叫大蛙寺。大蛙寺。嘿，大蛙寺。拄啊好伫咧战旗，咱食战旗乌龙面有无？战旗果啦，所以讲伊上面有写 Sanuki。哦。